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，在家睇樓團咧，就要同大家咧睇一啲咧太和區嘅一啲藍籌屋苑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要參觀咧我身後面啦，呢個太湖花園2期嘅一個3房賣盤單位。咁啊，太湖花園咧就一共分為2期啦。咁啊，2期咧都喺太和站嘅附近。咁啊，相差咧就係4年嘅啫。咁呢度咧入伙咧就係95年。咁啊，都係順和發展。咁啊，當中咧太湖花園嘅16、17、18座咧就屬為2期。咁啊，呢度咧行翻去太和嘅港鐵站咧，都係大概700分鐘左右咧，咁啊已經可以去得到。咁啊，可以咧出入咧都可以依靠港鐵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交通咧都非常之便利。咁啊喺屋苑嘅門口咧都有架咧循環嘅小巴，咁啊可以去翻呢大埔墟同埋市中心。咁啊一架綠色嘅 van 仔循環線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就即刻咧同大家咧望下太湖花園周圍嘅環境啦。咁之後我哋就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。咁呢度咧就係太湖花園外面啦。咁啊可以經呢一條小路咧，咁啊可以去翻咧翠樂街嗰邊。咁啊太和區咧就已經有好多餐廳食肆啊，咁啊民生配套。咁啊呢個2期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。咁佢下面咧都有自己嘅停車場，咁但係咧就已經賣散咗噶啦。咁啊都係揾翻啲個別業主租。咁啊有會所設施，咁啊有游泳池，咁啊有啲基本嘅健身設備啊、兒童遊樂設施等等，都係純住宅區自成一角。咁啊環境咧都非常之優美。咁樓下嘅大堂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咁咧都有少少嘅座椅啦，有時等下人啊，咁咧都可以坐喺度等。咁啊有2部 lift， 咁啊層層都停得到嘅。咁啊上翻個單位睇啊，咁呢個單位實用咧就係608尺。咁啊一入到單位啦，就係一個 L 型嘅兩邊廳。咁呢邊咧個客廳位置咧就會長身啲。咁啊配備翻咧2期嘅特色啦，就係落地玻璃窗。咁啊你見望到個景咧就已經好開揚啦，好光猛，同埋個景咧就好靚嘅。咁呢邊咧就可以擺放翻電視啦，同埋後面嘅梳化。咁另外呢邊咧就可以做翻飯廳。咁啊擺4至6人餐台咧都夠位擺。咁啊兩邊廳嘅，因為呢邊個客廳咧比較長啲啊，咁基本上咧電視咧就算擺到60寸咧都綽綽有餘。咁啊所以業主咧就喺一個客廳嘅中間咧就擺咗個梳化啦。咁啊間開後面少少咧就可以做啲櫃啊，或者一啲其他嘅空間。如果譬如可以做擺書台啦，或者咧譬如有小朋友有琴嗰啲咧，就可以喺呢邊咧擺個鋼琴都冇問題。咁啊，你望落去咧，成個客廳咧就好分明嘅，空間感好大。尤其咧，而家廚房呢度咧就已經做咗開放式嘅設計啦。咁啊，少咗埲牆咧，咁啊更加光猛啦。咁啊，洗衣機、雪櫃咧都可以擺晒入去，都做咗好多櫥櫃。咁啊，有窗啦、抽油煙機嘅爐頭咧，全部都齊晒噶啦。咁啊，做咗張吧台，如果譬如人少少就可以喺度食啦，或者咧有時咧都可以增加多啲位置咧，擺下啲廚房嘢。咁啊，條小走廊入去咧就會係3間房啦，同埋咧廁所。咁呢個咧就第1間房。咁啊，做咗啲櫃，咁啊夠擺床擺櫃嘅。咁呢度咧就應該係小朋友房啦，或者如果譬如冇小朋友咧，呢度就可以做書房。咁之後咧就到廁所。咁啊，廁所咧都係有窗啦，一粒大嘅鏡櫃。啊，好多咧女士嘅用品咧，化妝品啊都可以擺晒入去啦。座廁。咁啊已經做咗企缸，咁成間屋嘅裝修咧都好新淨企理。咁啊遊下友已經可以即刻住得啦。咁如果改埋趟門咧，入去嘅位咧就更加闊落。
咁呢度有個小改動啦，因為本身呢度入走廊位咧就左右兩間房，因為業主本身嘅家庭構造咧就唔係太多人住啦，咁佢就將佢打通咗一個大嘅房，咁啊呢邊咧就做衣帽間同埋書房，利用埋個窗台位置咧擺張台，咁啊可以望住個山景咧翠綠一片咁樣做嘢啦。咁呢度做咗啲書架啦。咁下面咧 L 型嘅大衣櫃，咁基本上咧4季嘅衣物咧都夠晒擺㗎啦。咁如果譬如咧衫再多啲嘅話咧，就可以再做多2、3個櫃擺喺度，咁啊做個衣帽間。咁呢邊咧就主要咧都係攞嚟瞓啦，咁啊擺張床喺度。咁啊 L 型嘅窗咧，咁啊採光度都會高啲嘅。望翻出去啦，咁啊一片翠綠藍天白雲美景，前面就冇遮擋。望到少少球場嘅邊邊景，但主要咧都係望翻村屋景同埋咧樓下嘅三育中學。好天嘅時候咧就有靚景啦，有時4季咧都有啲唔同嘅樹可以望噶。咁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， 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或者知道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晒大家。